你还觉得刚刚我们跟前年我去的，你妈这个才这个，你还觉得干什么不？哎呀，我们不看的，你说的哪个都是你说的，你看，刚刚我们你看，大家节目刚刚我们的，反正现在的下周的这里。啊妈，这我这来个鸡巴，我都记住啊！我都来记了的，你是干的，是你说的。我这你们老板你知道的，我在了。他在招聘你过去了没事？年大老都有这下的啊！是，年大今天我你叫我们的，我来吃了我快吃不住了。